Hello，大家好。唔知大家同小朋友去溫將別考試嘅筆試部分嘅時候，有冇試過遇到小朋友睇唔到字，甚至乎一啲讀寫障礙嘅同學仔完全都係溫唔到呢？咁今日呢段片呢，就係去介紹我哋講兵通將別考試模擬系統入面嘅讀寫障礙支援模式，會為大家去解決呢啲問題。咁啊，事不宜遲，我哋去片。Hello，大家好。咁今日咧要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我哋講兵通入面模擬將別筆試系統入面嘅讀寫障礙同學仔嘅一啲功能啦，點樣去幫讀寫障礙嘅同學仔。好啦，咁啊，而家咧個界面咧就去到我哋其中一個級別嘅將別模擬筆試嘅題目入面啦。好啦，咁啊呢個界面入面咧，其實點樣有啲咩掣可以用咧？嗱，見到喺上方咧，嗱呢一個色盤咧，調色盤其實咧係可以轉換到個底色嘅。係啦，咁啊，因為唔同嘅顏色底色咧，對於啲同學仔嚟講咧，個眼球嘅舒適度咧會有唔同嘅。好，咁我自己嚟講咧就中意紫色呢種啦。好啦，另外咧我哋有呢個月亮咧，其實就係深色背景嘅功能，咁啊對眼睛就會舒服啲啦。好啦，同埋咧，有時啲同學仔可能有啲如果眼睛唔係咁伶俐啦，咁我哋又可以放大字體啦，係啦，咁啊放大啲可以睇得清楚啲。好，咁咧甚至乎咧，我哋可以逐題去放大嘅。嗱，咁啊一定清楚啲啦，咁樣會再清晰啲。好啦，咁另外就係咧，除此之外咧，對於有啲讀寫障礙嘅同學仔嚟講咧，最需要嘅咧，其實就係讀卷嘅功能。咁我哋咧現時咧，因為我哋都有呢個功能啦，不過咧就因為我哋係用免費嘅 source，所以暫時咧嗰個讀音咧有部分咧係未必咁完善住，係啦。咁但係都示範一次俾大家睇。咁譬如要讀題目啦，咁上面咧有讀題目同埋讀答案嘅功能，係要示範一次啊。譬如讀題目先啦，可以撳落去。第二題，乒乓球於哪一年的奧運會正式被列為比賽項目？係啦，咁佢就會讀佢嘅題目出嚟，跟住咧，譬如如果要答案咧，就撳讀答案啦。選項一1984年洛杉磯，選項 B 1988年漢城，選項 C 1992年巴塞隆拿，選項 D 1996年亞特蘭大。係啦，咁呢個就係讀卷嘅功能啦。嗱，有部分譬如英文啊，選項 B 咁樣咧，你見佢唔讀得唔係咁清晰。咁但係咧，整體咧大概咧中文同埋數字咧，其實都聽到嘅。咁可以用住先，好嘛？咁咧暫時我哋呢個功能咧就去到呢個分享就去到呢一度。咁稍後咧，如果大家有啲咩嘅新嘅功能，我覺得可以幫到啲考生啦、同學仔或者小朋友咧佢哋如果加啲功能落去咧，可以幫佢哋學習更加好咧，都歡迎可以同我哋聯絡㗎。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呢段片。咁如果大家各位家長同子女溫書嘅時候，發現到原來有一啲障礙或者係問題係我哋呢個系統未 support 到，而有一啲建議更加好嘅建議，歡迎大家提供俾我哋，等我哋咧可以去優化我哋系統，可以支援到更加多唔同需要嘅小朋友。多謝大家。